大家好，呢一集嘅培訓主題係有關酒店業嘅可持續採購策略，而呢一節嘅內容主要係想同大家分享由傳統嘅採購成本同供應穩定性逐步拉闊到可持續發展、能源管理同長期營運嘅風險。喺酒店嘅營運之中，採購往往都被視為後勤或者行政嘅流程，但實際上每一次嘅採購決定都會影響酒店嘅能源使用、資源消耗、廢物產生同埋供應鏈嘅風險。句話講，採購其實係一個前置性嘅管理行為，會喺產品使用之前就已經決定咗一部分嘅可持續表現。綠色酒店並唔單止係來自設備升級或者節能嘅措施，而係源自一系列一致嘅選擇，包括同邊一類供應商合作、選用邊一類產品，以及點樣將相關嘅理念融入喺日常營運同埋客人嘅體驗之中。所以呢一節嘅培訓重點並唔係要大家即刻去改變所有採購嘅安排，而係希望建立一個共通嘅理解。可持續採購係酒店整體營運策略嘅一部分，而唔係額外嘅負擔。第一部分，我哋會由能源效率作為切入點，為後面可持續採購嘅內容定下基礎。能源效率一般會被理解為設備或者系統嘅表現，但係其實產品自己本身已經深深咁影響能源使用嘅方式。從採購嘅角度嚟睇，唔同產品喺設計、物料同埋性能上都會直接影響佢嘅使用階段嘅能源消耗。例如效率較高、耐用度較強嘅產品，往往都可以喺整個生命週期中減少能源使用同埋更換嘅次數。所以能源效率唔只係工程部門需要關注嘅事，亦都同採購部門、管理層嘅決策息息相關。當酒店能夠由採購源頭就納入能源效率考量，後面嘅營運管理嘅壓力自然都會降低。呢一部分想建立嘅觀念係，能源效率並唔係單點優化，而係由源頭到使用階段嘅連續管理。能源效率之所以值得酒店要去重視，原因並唔係只係慳咗電費咁簡單。從整個營運角度嚟睇，能源效率嘅提升可以帶嚟好多唔同嘅價值，影響嘅層面亦都相當廣泛。首先係成本嘅管理，能源使用效率提高，有助降低長期嘅營運成本，亦減少因為能源價格波動所帶嚟嘅不確定性。其次係環境層面，減少能源使用有助降低碳排放，配合日益嚴格嘅環保要求同埋市場期望。另外，能源效率同住客嘅體驗其實亦都存在關聯。穩定而高效嘅系統通常能夠提供更加舒適嘅室內環境，提升客人嘅滿意度。而透過採用先進嘅技術，同時亦都可以延長設備嘅使用壽命，減少維修嘅頻率，提升整體嘅營運穩定性。所以能源效率可以被視為一個同成本、環境、服務質素同埋品牌形象同時相關嘅核心管理議題。能源管理策略往往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參與，而採購正正就係其中一個關鍵嘅環節。從策略角度嚟睇，能源嘅管理並唔只係點樣用電，亦都包括用邊一類產品去用電。當酒店喺採購階段已經考慮產品嘅效率、耐用度同埋維修嘅需求，能源管理就會變得更加有前瞻性。例如，選用高效能嘅設備，具備節能設計嘅產品，可以減少日後操作同埋維修嘅負擔。當採購策略同埋能源管理方向一致，酒店就可以避免出現設備仲未能夠配合節能目標嘅情況。
呢部分想帶出嘅重點就係能源管理策略並唔係事後補救，而係由採購抉擇開始逐步落實。如果要將可持續採購由理念轉化為實際管理，數據分析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酒店透過收集至少12個月嘅能源使用數據，包括電力、燃氣同埋用水情況，就可以建立清晰嘅基準，了解唔同產品同系統對能源消耗嘅影響。呢啲數據有助支援採購嘅抉擇，避免只係憑主觀去判斷。進一步分析每個月或者每一季嘅變化，亦可以協助識別改善嘅空間。例如，某啲產品或者系統喺特定嘅時段能源使用異常，可能反映效率嘅問題或者唔適合嘅選擇。所以數據化嘅做法就有助設定合理嘅目標，並持續追蹤改善成效，令可持續採購成為一個可量度、可檢視嘅管理流程。喺討論可持續採購嘅時候，入住模式同埋能源使用數據之間嘅關係，往往都好容易被大家忽略。但實際上，入住率嘅變化會直接影響酒店對設備、產品同埋服務嘅需求，而呢啲需求又調返轉頭影響採購嘅抉擇。例如喺高入住率嘅時候，照明、冷氣、熱水同埋洗衣設備嘅使用率明顯會提高，而喺低入住率嘅時候，部分設施實際上未必需要以全負荷運作。如果酒店能夠透過獨立嘅電錶，了解唔同區域或者系統嘅實際能耗表現，就可以更加精準咁去判斷有邊一啲設備或者產品真正影響能源嘅消耗。獨立分錶數據可以作為選擇產品同埋供應商嘅重要依據。當某一類設備或者物料喺實際使用中表現出較高能耗或者效率下降，管理層就可以重新檢視相關嘅採購選擇，而唔只係依賴產品說明或者標稱數據。所以入住模式嘅分析配合分錶數據，就能夠將可持續採購由理論選擇轉化為基於實際營運表現嘅抉擇工具。當酒店開始累積能源同埋營運數據之後，下一步往往就係將呢啲數據轉化為可理解、可比較嘅指標。KPI 正正就扮演住呢個重要嘅角色。對可持續採購嚟講， KPI 嘅價值唔在於評分，而係用做趨勢觀察同埋抉擇嘅依據。例如每一間客房嘅能源使用量。所以當大家設定 KPI 嘅時候，應該避免一啲過多過細嘅指標。喺採購嘅角度嚟睇， KPI 可以用嚟比較唔同供應方案嘅實際表現，令採購嘅抉擇由單次價格比較轉向長期嘅價值評估。呢一種做法有助將可持續發展自然融入喺採購嘅流程之中。能源效率提升往往需要合適嘅技術去支援，而採購嘅策略正正就係技術落地嘅關鍵一環。當酒店考慮引入高效能設備或者系統嘅時候，採購部門需要同工程同埋營運團隊緊密配合，確保選擇嘅技術符合實際嘅需要。選擇技術嘅時候，唔只係比較設備嘅效率，亦都包括考慮安裝嘅條件、維修需求同埋使用嘅壽命。如果一項技術喺理論上效率高，但實際運作中難以維護或者唔適合酒店嘅環境，佢長期嘅效益可能都會被削弱。所以採購策略可以考慮將總體嘅擁有成本納入評估，
而唔只係考慮購置嘅時候嘅成本。呢一種做法有助平衡短期預算同埋長期可持續目標，亦能夠令能源效率提升，變得更加可行。照明系統係酒店能源使用中一個相對容易管理嘅範疇，同時亦都同住客嘅體驗密切相關。從採購嘅角度嚟睇，照明設備嘅選擇就會直接影響能源嘅消耗、維修嘅頻率同埋空間嘅氛圍。例如，採用一啲高效照明設備，可以喺保持亮度同埋舒適度嘅同時，減少能源使用。同時，設計上如果能夠善用自然光，透過窗戶、天窗或者空間佈局引入日光，就可以降低對人工照明燈嘅依賴。呢一啲考量就意味住唔只係選擇燈具，而係同建築設計、室內規劃一同考慮。如果採購照明設備同埋空間設計配合，能源效率嘅提升往往會更加自然同埋更加持久。呢一集培訓最後，我哋將焦點放返喺建築層面嘅採購選擇，例如冷卻塗層。呢一類嘅塗層可以反射太陽嘅輻射，減少建築物吸熱，從而降低室內嘅冷氣負荷。冷卻塗層係屬於一種一次性投入、長期影響嘅選擇。雖然佢未必即時會俾大家留意到，但係佢對能源消耗嘅影響會隨住時間慢慢累積。如果酒店能夠將呢一類建築層面嘅措施納入採購考慮，就有助將能源管理由設備層面延伸到整體嘅設施策略。當建築物本身能夠減少對冷卻系統嘅依賴，後續營運同埋設備管理嘅壓力自然都會下降。建築管理系統係酒店能源管理同營運控制嘅重要工具，而喺可持續採購策略之中，建築管理系統並唔只係一項技術嘅投資，而係一個影響長期營運效率嘅策略性選擇。建築管理系統嘅功能並唔只係即時監控能源使用，而係提供數據嘅基礎。佢可以協助管理層去理解建築物入邊唔同系統嘅運作狀態，例如冷氣、照明、通風同埋升降設備。當酒店能夠透過建築管理系統清楚咁掌握實際嘅使用情況，採購嘅抉擇就可以由預測需求轉為回應實際表現。例如，當某一類設備喺長期運作中顯示效率偏低，管理層就可以喺更新或者翻新嘅時候，將更高效率嘅方案納入採購考慮。由此可見，建築管理系統係管理嘅工具，亦都係支持可持續採購嘅資訊平台。喺培訓方面，理解建築管理系統有助前線同埋管理層去明白，數據並唔係為咗監察個人，而係為咗改善系統嘅抉擇，從而令採購同埋營運更加有方向。跟住我哋會講一講可再生能源嘅整合。可再生能源整合喺酒店可持續採購策略中一個逐漸受到重視嘅方向。呢個議題並唔只係需唔需要安裝設備咁簡單，而係涉及長期能源結構同埋供應穩定性。當酒店考慮引入太陽能、混合能源系統或者其他可再生能源方案嘅時候，採購抉擇需要配合建築條件、營運模式同埋預期嘅回報。呢一個評估嘅過程本身就係可持續採購嘅一部分，因為佢要求管理層由長期嘅角度去思考資源嘅使用。再生能源採購嘅價值並唔單止係減少碳排放，而係提升酒店對外部能源價格波動嘅抵禦能力。當外部能源來源更加分散，營運風險亦會相對降低。對前線員工嚟講，理解酒店點解要選擇某一種能源方案，
有助將可持續發展嘅理念自然融入喺服務溝通，而唔會係一個口號。要令可持續採購真正落地，一套清晰而一致嘅採購政策就相當重要啦。採購政策嘅角色係將可持續發展嘅理念轉化為可以執行嘅原則，協助唔同嘅部門喺日常決策中做出一個一致嘅選擇。而一份有效嘅可持續採購政策通常都會涵蓋產品嘅效率、環境嘅表現、供應商嘅責任同埋合規嘅要求。而政策本身未必需要過於複雜，只係需要清楚咁講明酒店嘅方向同埋期望。對管理層嚟講，政策可以作為評估採購方案嘅共同基準，避免每一次抉擇都重新討論方向。對前線同埋採購人員嚟講，清楚嘅政策就更加有助佢哋提升抉擇嘅效率，減少溝通嘅成本。因此，採購政策並唔只係一件文件，而係支持酒店長期可持續發展嘅管理工具。無論任何採購嘅策略，如果缺乏員工嘅理解同埋支持，都好難以長期維持。因此，員工嘅培訓同埋意識嘅建立係可持續採購中一個唔可以缺少嘅環節。培訓嘅重點唔在於要求員工記住所有嘅標準，而係希望幫大家理解點解要咁樣做。當前線嘅同事明白採購選擇背後嘅能源、環境同埋成本考量，日常執行嘅時候自然會更加一致。持續培訓亦有助建立共同嘅語言，令可持續採購並唔只係一個管理層嘅抉擇。呢一集嘅培訓由能源效率、數據分析、供應鏈管理到政策同埋培訓，其實都係指向同一個方向。可持續採購並唔係短期嘅成本考量，而係酒店長期競爭力嘅一部分。當採購嘅抉擇能夠同能源管理、營運策略同埋品牌定位保持一致，酒店就可以降低風險，提升效率，同時回應市場對可持續發展嘅期望。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喺結束之前，想麻煩大家花少少時間掃描呢個二維碼，填寫一份簡單嘅問卷。你哋嘅意見對我哋嚟講非常重要，可以幫助我哋改進同埋完善未來嘅課堂。再次感謝大家。